全台湾6000多间健保特约的药房，是守护全民健康的第一线。尤其是伫防疫的期间，协助来发喙安，功劳真大。除了领喙安买药仔之外，民众到药房阁会当创啥呢？嘉义有一间已经传承3代人的老药房，外观看起来亲像咖啡厅，但是入去到内底，都袂输回到60年前，真有古早味，历史的典藏真丰富。若侪伙人会当找回囡仔时代的回忆，旧的文青风，嘛将做少年人手机啊拍卡的圣地。另外，伫云林的这间老药房，是全台湾第一间引入到人工智慧科技，结合长照的政策，化身为健康游乐园的药房。吸引未少的老大人，逐工到药房来报道。老长辈毋是由头到面去买药啊哦，是快快乐乐去健身、去联谊、去上课。所以来特别来介绍这真有特色、真对得着时代的老药房。他休息好了就再一次，来1、2、3，站起来。对 ，OK 哈，好。阮来遮拢做健康的啊，都运动啦，还有唱歌啦。阮来遮嘛拢做一寡手工。来遮都食饭。这阿公阿嬷所讲的所在是倒位？其实这是一间药局，这阵老大人逐工来药局报道，毋是买药啊，是来顾健康。开心动吼，人体力较无啊，来食运动。来出去，对，来脚不能弯，来看前面，看我手的位置。这套专门为老大人设计的6年健身房，是为日本引进的，针对腰酸背痛50斤手压未关等等问题强化训练。药局的角落有3个箱子，您知道是做什么的吗？这是关节力的检测，像这个呢是60岁，如果你双手抱胸可以单脚站立的话，那么就代表你的关节力是优于60岁。而这个是40岁，他是20岁。同样的，双手抱胸，如果没有办法单脚站立的话，那么就代表你的关节力已经是老化于40岁了。怎么办呢？旁边这里有一个仪器，它是可以训练你的下肢，强化它的力度。把人的所有的问题做一些健康的管理，做一些监控。那对于他们可能有开始一些变化的时候，就能够介入关心、介入照护。其实这一直就是我们药局在社区里面最能够提供具体服务的地方。逼一下，他会读一声，好，然后点 AI 处方。阿姨要跟着那个沙漏走，对，很好，对。我们在这个部分开始置入可能很多的设备，导入一些 AI 数据的一个整合。其实帮这一些长者的在过生活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他现在有没有在用药，对于他身体的每一个数字的状况，都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记录。对，很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总结哈。阿姨，你刚刚都没有跟到，你看满分是100分，只有23分。哦，安尼伤慢慢。我们在社区上是提供一个延缓失能的方式，让老人家或长辈来这边做运动，那一定会有后端的一些医疗介入，我们的资讯跟资料都会传给张基，对，所以那边的专业的医生就会看说啊，这个李北北啦，或者是王阿姨啊，他们在这一段时间所做的课程是不是有所改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把中央的医疗资源去分散在很多社区的第一线防疫或第一线的药局去关怀跟关心的部分。药局透过科技，将时代健康监测的数据直接甲病院诊所连线，就敢若喙安防疫无成，伫社区替民众的健康顾第一关。药局毋是干那卖药啊、甲牛奶粉尔，伊其实会使扮演更较重要的角色。我在日本看到很多已经长照成功的例子，以及很多在社区服务上所形成的一些健康或健身小站的那种乐龄场所。那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自己药局来做这些事情，而且真的在台湾面临到那么快速老年化发展的时候，到底谁准备好了？就是大家到底有没有整合性把一个资源把它落实在一些场域做一些照顾？阿姨早。早，护理师好，我也是睡不着。你也是睡不着，我会建议你6点之后就不要再喝水。如果真的口渴的话，我们可以漱口，看能不能稍微减少半夜起来尿尿的状况，这样子。
东海大学教授设计外口系统，嘛互药局整合做使用，甲医护人员远距离的咨询，会使做线上课程。这个动作啊，除了会练到我们的肩膀、手臂之外，还有我们的核心往下。药局配合政府的长照服务，每礼拜一到拜五提供社区时代聚会上课、做运动、唱歌、做手工，来这袂输是游乐园同款好耍。大家一起一家人来这里都反正的心情很好，感觉精神较好，体力较好。咱的精神状况变甲心情较好的人，有。你来了解吧？精神较好，精神较好，较快乐，嘿。时间我就搞到要来，时间过到要来，然后8点卡拉 OK 拢去。时间过头嘛，等你。哦，时间过头，我不爱等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场合，在我们家来讲，因为每一个阿公阿嬷都来这边停留很久，甚至就泡茶给他们喝啊。很多地方可能就是以贩卖跟生意就简单的这样子应答为主，但是我们家始终都会有多一份就是关心跟关怀，所以造成说好像是真的是一个社区的小站的那种感觉。疗育桥是第3代接班人，伊接手后思考药局转型，唔若创新导入 AI 科技，空间的改造上，佮有请建筑大师移动方向的子弟兵，做下建材的设计，铁线的门面有老化的美感，茶的吧台有温暖的情感，圆的开阔的空间，希望打造出像公园同款好耍的药局。设计师所跟我们说的，他想要创造一个没有墙的健康公园的概念，那让老人家很安心的来到这边，有运动班的一些社交，或者是专业化的一些课程以外，还有药师能够来做很多的关怀。用现代手法表现出传统关怀精神，疗育桥真够连接新的资源，为老店注入活水。家己这间老药局同款伫第3代手内重新翻修，因落去玻璃门窗甲洗石仔壁，复古文青风格，藏着阿公的记忆甲老爸收藏。爸爸从过去10几年来就收了很多老药柜啊，或者是像这种柜子等等的，对，就以前的干妈店毒、以前的一心毒、以前的魂酒毒等等的，对，然后就刚好可以让我拿来做应用，我们就把药局重新拉回到1960年刚开的感觉，老店要有老店的精神。这毋但是一间药局，佫是地方的文书资料馆。行起的2楼秘书是一步一步踏入60年前的历史。这是我们药局的药袋，第1代、第2代、第3代的药袋。伫这看到代代相传朴实的风格，嘛看到不同时期药局所扮演的角色。因为以前没有保健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啊，我头痛我吃止痛剂，对不对？闹肚子的话就吃那个止泻药。以前就说为什么大家要打针？对啊，大家打针就速效啊，对，打针嘛，配药啊，卖东西啊，包括人包括动物啊，都说以前诊所对一般民众来讲，他们是非常贵的消费啊，因为没钱可以看病，所以他可能看一次病，可能就花费他1个月的薪水。日治时期到民国50年代，医药的管控并无严，小妹到药局食药注射，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要不庄脚地区药局嘛无济，所以讲药厂会将药直接调民众，俗称假药包。这是以前的寄药包嘛？他们以前就是他会把这个送到每个那个家药户的门口，里面这是单一包装的药袋，比如说有这边驱风油啦、消炎片啦。小儿伞啊，一些人不一定认识字啊，他可能是要看图说故事啊。你看，这样咳嗽就画咳嗽的用那图片在上面，画这个泻痢药，你看这是透故事书，对啊，这么直接啊，看图说故事啊，对啊，所以那个你吃对错你是不知道。第2代药师吴家文是台湾药师的活字典。伊收集日治时期以来药包药袋啊，为历史看到早期用药的艰难，真少有人伫顾。像主要成分是薄荷的新药被夸大做治百病，有重金属的药丸啊用来治红眼啊伫口，这随着时代进步已经被禁止啊。不过嘛，因为过去的错误观念，互大家为了用药啊更较谨慎。药局有专业的人员伫顾，显得更较重要。尤其伫庄脚地区，一寡阿公阿嬷唔捌字。小风多苗便利就好。
阿妈为隔壁的溪口乡专工去民雄买药啊，这一年的信任关系拢无变。它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到诊所或医院这些医疗院所之前，要去治疗自己的一些比较就是初期的一些疾病的症状的时候，会来到药局。那如果你没有获得民众的信任，他不会愿意来找你。而且你要这来在十块。来这人客真的是细汉的时对老爸阿公来买药啊，看到药师为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随着时光年轮的流转，街路边的西装店、酒家、观察店招牌一个一个消失。因过药局医院点点啊固伫巷仔口，用复古温暖的面貌，讲到在地人甲人之间的生命故事。很多人来药局，他是想要知道说他的状况可以怎么被解决。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药师其实就更深入知道民众的一些需求，或者是知道他的一些生活的故事、身体的状况等等的。那这是不是也更容易去带出他们的生命故事？那这些东西都跟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所在意比较全人的一个关怀的部分的理念是比较就是接近的。药局卖唔那是药啊，而是一个人的健康，照顾家庭的生活补充。台湾的健保药局超过6000间，这摆喙癌的防疫，互人看到伊伫社区的重要性。若是用导入更较侪照护、更较侪专业化的服务，将成为社区民众健康的好伙伴。